这是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悼念印度前总统穆克吉逝世；达赖喇嘛尊者司政及议长致函慰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藏人行政中央庆祝西藏民主日60周年。司政洛桑桑格反驳习近平极具误导的治藏言论。美国国务卿敦促北京恢复与达赖喇嘛尊者代表间的和谈。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印度各党派中最杰出、最受尊敬的领导人之一，第13任总统普拉纳布·穆克吉于本周一8月31号逝世，享年84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在闻讯噩耗后，相续致函逝者的幼子阿比吉耶·穆克吉，表达了哀悼和慰问。达赖喇嘛尊者在调研信中写道：得知您的父亲离世的噩耗，让我感到非常痛惜。我想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向你和你的家人表达虔诚的慰问。尊者还在信中回忆了与逝者普拉纳布·穆赫吉先生的多次会晤，包括2016年的最后一次会晤。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在调研信中，代表西藏人民与藏人行政中央向逝者家属表达了深切哀悼与慰问，并指出，当印度在悼念这位伟大的领导人之时，我们的精神和祈祷与印度人民和普拉纳布·穆克吉先生的家人在一起。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求乃在调研信中感谢前总统穆克吉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于2016年会见达赖喇嘛尊者，并长期支持西藏的自由事业。藏人行政中央也于本周二举办祈祷法会，为已故前总统穆克吉先生的逝世祈福，并在当天关闭所有部门以示悼念。另外，日本内阁任期时间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先生于上周五8月28号因健康原因向内阁递交辞呈。对此，达赖喇嘛尊者和司政洛桑桑格代表西藏境内外全体民众，祈愿他顺利接受治疗并早日康复。达赖喇嘛尊者在慰问函中写道：我为您的治疗顺利成功而祈祷。您考虑国家更大的利益，决定辞去总理一职，接受治疗的举动非常令人钦佩。我也非常赞赏您的领导能力和为日本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司政在慰问函中代表西藏人民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能够顺利接受治疗和早日康复而祈祷，并感谢他在执政期间坚定不移地支持西藏问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作为日本自民党领导人，在成立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小组是世界上最大的国会支持西藏团体，由来自不同政党的93名议员组成。此外，世界各地的藏人民众于本周三9月2号迎来了西藏民主60周年纪念日。藏人行政中央于当天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举行官方庆祝活动，对达赖喇嘛尊者带领西藏人民走上现代民主之路表达敬意。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在官方庆祝活动上致辞时，主要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众多使命中对西藏实现民主制度而做出的非凡贡献。司政指出 ，At a very young age, he was enthroned as the leader of the Tibetan people in 1950. But 2 years later, he established a reform committee to bring or introduce more egalitarian society, to end discrimination within the Tibetan society, so that the poor, the sick, the old, the downtrodden can be helped
and can be benefited. 在庆祝活动上，司政洛桑桑格和议长白马琼奈等向今年印度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的藏人学生和长期服务于藏人行政中央的公务员颁发了奖章和证书。此外，由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联合驻布鲁塞尔办事处制作的名为《我欣赏欧盟精神：达赖喇嘛尊者》长达17分钟的纪录片，也在庆祝活动上首映。为了悼念印度前总统普勒纳布·穆克吉逝世，藏人行政中央取消了在官方庆祝活动上的歌舞表演。与此同时，英国伦敦沃尔茨姆弗利斯特市于9月2号西藏民主日当天，在该市市政厅前升起西藏国旗，庆祝西藏民主日60周年。沃尔茨姆弗利斯特市市长克里斯托弗罗宾先生在当天向西藏人民表达祝福的同时，强调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西藏的自由事业。今年是连续第3年与西藏民主日在该市市政厅升挂西藏国旗的活动。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于本周一8月31号反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8月29号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第7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4个主要治藏政策和方针，包括对分裂主义和对藏传佛教的中国化等治藏政策，并称习近平的所讲是极具误导和不现实的言论。司政洛桑桑格表示 They elaborated or introduced major policies and guidelines, but all these guidelines are clear indication that ultimate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nt to convert Tibet into a Chinese province and make Tibetan into Chinese people. So that's their ultimate goal. 在时隔5年后，于8月28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第7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中共制定有关治藏政策的最重要的会议之一。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消息。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于本周三9月2号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对习近平近日召开的第7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治藏政策表示关切，并敦促中国政府尽快恢复与达赖喇嘛尊者或其代表间进行和谈。蓬佩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We're also concerned about Chinese actions in Tibet in light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s recent calls to synthesize Tibetan Buddhism and fight splitism there. We continue to call upon Beijing to enter into dialogue with the Dalai Lama or his representatives without preconditions to reach a settlement that resolves their differences.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强调，中共正在明显加剧欺凌台湾海峡、喜马拉雅地区及其他邻国和地区。观众朋友，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